这是我充满历史意义旅程的开始。我要找找全世界上伟大的芳疗王国，我要掀开芳疗无益的黑暗面，历史藏一寡废西西的秘密，见证南印度人民的活力。也有甲芳草变成那交手，我紧，阮甲袂掉啊！爱在伫时出手，伫时放手。伫马达加斯加交手，嘛伫 Jordan 失落的文明结束我的旅程。Petra 经过传说中的染一巴岛，你看这个景色啊，互人学了解达志的路线，这互我感动到哭啊！真正改变世界啊！好了。跟我做阵来去找找芳疗啦！